华为的一项专利被发现，可以在行人的图像中识别出维吾尔族人。这项专利是众多与华为相关的同类专利之一。美国一家研究公司发现后，与 BBC 分享了该消息。华为此前曾表示，其技术并非为识别特定民族而设计。华为目前正计划修改这项专利。该公司表示，这么做需要向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请求允许删除专利的中文文件中提及维吾尔族的内容。中国当局被指对他们使用高科技监控技术，并将许多人关押在强制劳动营中，在那里孩子与父母分离。华为的专利最初在2018年7月与中国科学院一同申请。据描述，该专利使用深度学习人工智能技术，用于识别街头摄路的行人的各种特征。美国国土安全部和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星期三宣布，美国政府一项新执法行动，禁止所有东突厥散境内企业和实体生产的棉花和番茄产品入境美国。理由是这些产品被指控是由中国被拘押的维吾尔族穆斯林强迫劳动制成。该行动涉及中国维吾尔自治区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及北京在东突厥散以再教育和培训名义建立的拘留营。这项针对这一区域的扣留放行命令，向东突厥散的生产商和可能正在考虑从该地区采购货物的进口商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华盛顿政府先前曾对一些公司实施了进口禁令。国际主要人权组织之一的人权观察星期三发布2021世界人权报告，检视全球人权实践与趋势和100多国的发展现况。报告批评中国在人权方面处于自1989年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被血腥镇压以来最黑暗的时期。最新的世界人权报告将香港问题列为中国人权恶化的首位。报告再次将东突厥散列为中国人权恶化的一个主要方面。批评中国政府消灭维吾尔族及其他突厥穆斯林独有身份认同的行动仍在持续。在东突厥散，大批少数民族穆斯林持续因身份认同遭到任意拘押，其他居民也受到强迫劳动、大规模监控和政治思想灌输。在内蒙古，教育当局在许多学校课堂推动以汉族取代蒙语教学，于9月间激起民众抗议。报告在有关中国人权状况的导语中表示，中国政府的维权主义在2020年爆发的源自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得到充分展现。据报道，匈牙利将成为中国高校在欧盟开办的首个海外校区的东道国。在上月签署初始协议后，布达佩斯表示将斥资200万英镑支持设立复旦大学分校区。该校区计划于2024年开放，并为多达6000名学生提供经济学、国际关系、医学和自然科学课程。但是，中国这个项目背后的原因，最近增加了对中欧和东欧的投资，并扩大了其在学术领域的影响力。在欧洲大学建立的100多个孔子学院引起了一些圈子的关注，批评者则对中国利用与匈牙利的伙伴关系将其影响力深入欧洲感到担忧。美国国会众议院13日通过对特朗普的弹劾议案，特朗普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被2度弹劾的总统。众议院在辩论后进行投票，结果以232票赞成、197票反对，通过以煽动叛乱的指控对特朗普进行弹劾的议案。多名共和党众议员加入民主党行列，投票赞成对特朗普的弹劾条款。特朗普当日转而通过白宫发布简短声明，称他对暴力说不。